集嘅主題係當下你需要知道嘅事。今集會同大家一齊拆解下日常生活入邊經常出現嘅一啲數字、事物、畫面代表住啲乜嘢，以及宇宙有冇啲乜嘢係想透過呢啲小提示同大家傳遞。而家畫面上啦有3張牌，憑住第一直覺揀一張覺得最吸引你嘅，然之後我哋一齊去分組拆解下。第一組揀呢組嘅你哋生活作息日夜顛倒，反而夜晚嘅時候思緒特別活躍，好多想法規劃，一啲計劃都會喺夜晚嘅時候先走嚟反覆梳理構思，但係一去到日頭嘅時候，你哋前一晚下定決心嘅所有決定就會變得退縮猶豫，始終唔敢落地去實行。而家你哋整體處於一個節奏慢咗落嚟，慢慢整頓緊自己休養嘅階段。喺日常生活入邊，你哋應該會反覆見到1、3、8呢幾個數字，同埋經常會見到好多透明嘅器皿，類似玻璃杯。咁到底宇宙想透過呢啲提示同你哋傳遞咩信息呢？首先揀呢組嘅你哋要注意下，你哋飲食習慣非常之唔規律，有時好極端，一係咧就唔係好點食嘢，一食嘅時候過量暴食，好容易積聚，導致自己好熱氣，再加埋你哋嘅作息日夜顛倒，所以要留意下自己嘅肝臟、腸胃、脾胃，飲多啲水、暖水，盡量控制翻自己嘅3餐作息正常。跟住就係你哋細細個嘅成長環境，多數都係好嚴厲嘅教育模式，導致你哋同屋企人之間嘅相處長期存在誤解，關係比較疏遠，唔夠和諧。而成個成長路途上，好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獨自一個去面對、去克服，久而久之養成咗你哋唔善於表達情緒嘅習慣。過往一路面對住阻礙、挫折、失望，獨自一個去化解。宇宙想透過呢啲信息話俾你哋知，你哋呢啲經歷絕對唔係白捱，呢段經歷磨練出嚟你一個好強嘅自律性，有洞察真相嘅智慧，睇事好通透，同埋你哋有一個好大嘅潛力，你哋能夠不停去強化自己嘅內在。而家嘅你哋咧，一早已經具備咗掌控住自己人生嘅底氣，腦入邊亦都有好清晰嘅想法，手上其實有好足夠嘅行動力，所以唔好俾自己過往嘅童年成長陰影去束縛住，學識放低過往嘅傷感遺憾，大膽跟隨自己嘅心意，放手放膽去做。而家你哋擁有一個全新嘅行動契機，希望你哋可以嘗試換位角度咁去思考，化解人際分歧，唔好再困住自己喺日常瑣碎同埋自我懷疑嘅牛角尖入邊。祝福你哋可以慢慢調整翻作息、飲食，養好身心，放低舊有過往嘅心理枷鎖，坦然表達自己嘅感受，接住屬於自己嘅機遇，憑住自己嘅實力，得到自己理想嘅生活。跟住到第二組，揀第二組嘅你哋，習慣住戴住面具去同人相處，對外俾人感覺好有活力，做事可以好專注，好有熱誠。但係其實你哋將所有嘅情緒收到好埋好埋，人哋完全唔會察覺到你哋有唔開心、有負面嘅一面，導致你哋更加習慣咗將自己嘅真實想法、顧慮，用一種好迂迴嘅方式去表達出嚟，唔會直接去講。所以有時當問題產生嘅時候，反而會令到誤解越積越深。同時因為咁樣，你哋內在嘅不安、隱藏嘅恐懼、負面嘅思緒，亦都因為咁樣而無限放大。目前你哋身邊出現好多唔同嘅聲音、唔同嘅問題、人際情況、觀念嘅碰撞、矛盾、合作導致好僵持對峙嘅局面。你哋應該會經常見到5、6、7、13呢啲數字。飛蛾、瀑布、流水、古風宮廷場景呢一類嘅事物，咁宇宙想透過呢啲提示同你哋表達咩信息呢？首先想你哋注意嘅就係你哋睡眠質素唔係咁好，好多夢好淺眠，或者半夜醒咗之後咧就好難以再入睡，因為你哋長期情緒焦慮，導致夜晚嘅時候思緒泛濫，再加上你哋情緒波動比較大，導致有啲頭暈、偏頭痛嘅情況。另外，你哋都有肩頸、腰背酸痛嘅問題，盡量唔好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，久坐或者久站之後咧，都轉一轉姿勢，放鬆、舒展下個身體。其實你哋而家經歷緊一個舊有生活模式開始慢慢咁變動緊、鬆動緊，一場無形嘅內在轉變，所以過程入邊會有啲不適同埋掙扎。宇宙希望你哋
唔好壓抑住自己嘅情緒，適當釋放，先唔會積住。呢段時間嘅你哋可能面臨住有部分嘅真相暫時被遮擋住，唔好單憑自己嘅直覺就去做判斷，需要主動梳理溝通方式，必要嘅時候就梳理下關係，適當嘅短途旅程放鬆下身心，調整下或者轉換下環境去幫助自己放鬆心情。過往嘅你哋堅守規矩、嚴於律己嘅習慣一直都保護住你，但係過度謹慎同埋恐懼未知，反而困住咗你前行嘅腳步。呢一段期間，你容易覺得自己腹背受敵，好似冇同行者、冇同伴，亦都冇人撐你咁，要自己一個面對同埋解決好多問題，好似做任何決定都唔啱、唔適合。因為你哋目前嘅環境、場合、工作地方所在嘅生活，唔係一個你哋他日未來會落腳會長留嘅一個環境。目前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經歷，一個踏腳石，一個能夠幫助你去成長、去擴大視野嘅地方，所以唔需要執着住或者背負住太多唔屬於你嘅責任，幫自己用自己嘅權力定出界線策略。你哋目前面對嘅矛盾、情緒低谷唔係一件壞事，呢一段拉扯係一個內在重生必經嘅過程，唔需要同身邊嘅人硬碰硬、爭執輸贏，溫和包容，用呢種處事方式先至係更適合當下去化解矛盾。夜晚嘅時候，腦海入邊湧現嘅不安，要知道大多數都係你哋內心想象放大咗嘅恐懼，唔係真實會發生嘅危險。唔好俾呢啲假象嚇親自己。舊有嘅模式、生活狀態、過往嘅人際枷鎖、童年陰影，而家慢慢逐步離開緊你。所以呢場蛻變雖然伴隨住迷茫不適、掙扎，但係你哋捱過咗之後，會卸下所有多餘唔屬於你嘅壓力、責任同埋負擔，有一個更自由、全新嘅人生階段。所以你哋腦海入邊而家冒出嚟嘅新想法，等矛盾平息咗，時機成熟之後，大膽去嘗試，就會收穫驚喜。先學識坦誠咁表達自己，唔好用一種迂迴嘅方式，亦都冇隱藏自己，咁先可以最大限度咁樣去減少不必要嘅內耗。咁希望你哋可以接納自己情緒嘅起伏，喺呢段時間盡量叫自己平和，放低無謂嘅猜忌同埋自我內耗，好好度過呢個蛻變期，迎嚟一個通透自在嘅新生活。到第三組，揀呢組嘅你哋，人際關係上最近面臨好多誤解、是非、爭鬥，而喺事業或者生活方面，啱啱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，作出咗一個新嘅嘗試、新嘅計劃，所以要面對嘅挑戰唔少，但係你哋內心意志非常之堅定，亦都有堅守本心，做出屬於自己決定最適合嘅打算，唔容易被其他人嘅意見左右。近期你哋慢慢領略到少即是多嘅道理，主動做咗一啲捨棄，減少咗無謂嘅社交同埋負擔。但你哋有時因為過度理性，講嘢太直接，無意間令身邊嘅人產生距離感，或者傷害到人哋，容易產生相處上尖銳嘅對話、觀念碰撞同埋誤解。日常生活入邊應該經常見到3、4、7呢幾個數字，或者金屬類嘅飾品，同埋好多唔同嘅書本文件。咁首先希望呢一組嘅你哋注意下自己心肺胸呢一方面，因為長期壓抑而導致到有啲鬱結嘅情況啦。揾一啲自己平時中意做嘅愛好，幫助自己釋放情緒。同埋你哋最近免疫力比較差，盡量確保自己有充足嘅休息，唔好過度透支自己嘅體力。另外要注意下腰椎勞損，記得定時要起身活動，舒展下筋骨。咁宇宙就想話俾你哋知，因為你哋啱啱踏入一個新嘅階段，眼前呢啲困難係一個孵化期必經嘅經歷，當下所有壓抑同埋暫時嘅艱難係一個必經嘅沉澱期。唔好因為起步階段辛苦就懷疑自己嘅決心決定。你堅定嘅內心、清晰嘅思維能力係你哋最大嘅優勢，但係記得理性之餘要適當咁去保持翻柔軟嘅一面，講嘢唔好過於鋒利直接，減少不必要嘅口舌紛爭。你哋過往能夠主動去捨棄減少呢種做法係好正確，少即是多，因為清空咗多餘嘅負荷責任，先有位置去承接後續嘅福氣同埋機遇。暫時目前嘅經驗不足，
完全唔需要變成焦慮，你哋可以一路積累，一路摸索，就能夠越走越順。遇到言語傷害嘅時候，唔好壓抑住情緒，你哋嘅堅持定力一定唔會白費。捱過咗呢個起步嘅爬坡階段，後續無論係資源、貴人嘅機遇都會陸續到來，收穫你嘅豐厚成果。無論你係處於一個休整、蛻變、情緒拉扯，定還是係起步初階段，身邊日常生活中出現嘅細微徵兆，或者身體嘅提醒，一直都喺度指引緊你哋。希望你哋可以先好好照顧住自己嘅身心，順應翻節奏去調整自己，然之後就會慢慢走向一個更順遂嘅狀態。